好啊，大家好。咁今日咧會同大家温下一啲成語㗎。星羅棋布，第一個成語係星羅棋布。星羅棋布嘅意思即係咩咧？就係好似天空嘅星星同埋棋盤上面咁樣嘅棋子一樣咧，分佈住。咁啊，星就係星星啦，棋就係啲棋子啦。羅同埋布咧都係解分佈咁嘅意思啊。咁形容咧數量好多啦，分佈好廣咁嘅意思。我哋可以睇一啲例子嘅。在這個面積廣大的湖泊裏，有無數小島星羅棋布地散佈其中。咁呢個見到啦，星羅棋布咧就係攞嚟形容啲小島點樣散佈喺嗰個湖泊上面啦。咁就係咧，好似星星同棋盤咁多咁廣。第二個例子，在這個藝術公園中，許多石雕作品星羅棋布地陣列於各處。咁你留意咧，佢星羅棋布通常會配搭啲咩動詞咧？就散佈啊、陣列啊等等啦。咁星羅棋布除咗咧配搭動詞去用咧，亦都可以自己獨立做一個形容詞咁樣用㗎。譬如墾丁的海域中，到處都是星羅棋布的珊瑚礁，海底景緻十分美麗。第二個成語根深蒂固，根就係樹根啦，植物嘅根啦，蒂咧就係瓜果莖枝相連嘅部分。咁啊，即係咧，即係一個瓜啦。咁啊，瓜會上面咧會有個定連住個莖嘅，咁嗰一部分咧就叫蒂啦。根深蒂固，固咧就係牢固咁解，咁即係表示咧嗰個根基好深厚、牢固、不可動搖。咁就用植物嚟到去做一個比喻。咁通常咧攞嚟形容一啲舊嘅思想啊、舊嘅觀念咧，好難去改變咁解。譬如我哋可以睇一啲例子啦。對老一輩來說，不孝有三、無後為大的觀念已經根深蒂固，不易改變。某些老舊思想根深蒂固，不是輕易就能根除的。咁呢啲咧都係根深蒂固嘅例子啦。咁你留意咧，用根深蒂固通常形容一啲舊思想、舊觀念嘅。